家，我係38地產嘅租，今日帶大家嚟長沙灣影竹一個323尺兩房嘅單位。影竹位於青山道233號，由恒基兆業喺2023年入伙，樓底高大概10尺。個廳連埋開放式廚房，大概係7尺乘21尺。我哋喺另外一個角度睇下個廳。窗外景觀，主人房大概係7尺乘20尺，4尺半嘅床，書台，做到上頂嘅衣櫃。呢間房大概係7尺半乘6尺半。咁下邊就有書台、衣櫃、3尺嘅床、廚房，最後就係洗手間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